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去食午市火鍋放題，去邊間？去一鼎台式火鍋，佢有幾間分店嘅。今次我哋去馬鞍山分店，佢嘅地址係馬鞍山安陸街18號 MOS Town 新港城中心4期2樓2001號鋪。交通方面，去到港鐵馬鞍山站 B 出口，步行大約幾分鐘就到㗎啦。睇一個餐牌叫邊個餐先？今次我哋叫咗279嗰個餐，120分鐘放題，睇下咩質素。跟住 scan 咗佢 QR code 入咗個點餐系統，可以點嘢。見到有啲湯底啦，有啲肉類，有前菜，有其他配料，有啲小食，有啲主食，又有啲飲品。而自助區唔係好多嘢攞嘅啫，有軟雪糕機，有飲品，有啤酒喎。跟住有啲火鍋配料，啲丸類啊，啲菜啊，上邊有生果，下邊有醬料。湯底嚟咗，一人一鍋。朋友叫咗分煎魚，好鮮味喎。我就叫咗 QQ 骨膠原，其實冇咩味，我有啲後悔。飲嘢就攞咗椰子水、白桃紅茶同埋荔枝烏龍。啲肉嚟咗啦，首先係谷字牛，佢好似脂肪少少多啲，咁就味道正正常常，都還可以嘅。跟住澳洲和牛。唔算多脂肪，一入口肉味好過谷字牛一截，真係冇比較冇傷害啊！花雕醉雞，話呢個好食過上次嗰間喎，另一間喎，佢又大嚿又夠滑掂。豬梅花肉，話佢切到好鬼薄啊，完全唔硬嘅，都還可以。溏心蛋佢雪凍咗，乾爭爭，麻麻地啊，唔好溏心咯。響鈴都 OK。炸魚皮都幾入味喎。
芝士豆腐正正常常。芋頭貢丸夠晒芋頭味。龍蝦鉗味道應該係龍蝦丸嗰啲 friend。花枝滑少少彈牙都還可以。黑糖炸麻薯外脆內煙韌，但黑糖太甜。三星蔥串燒花枝，連埋啲蔥一齊食，香味即時提升啊！粟米、蘿蔔、冬菇、南瓜、紫羽衣甘藍都 OK， 尤其是粟米好甜。蟹柳就正正常常。螺片烚到最尾都仲係咁爽喎。鮮墨魚果然係鮮。海蜇花又係爽，不過就太細粒。煉奶炸油條好邪惡。台灣腸都 OK。滷水牛筋少少微辣，夠腍。蝦蜜瓜夠爽夠甜，多汁。食埋個軟雪糕收工。一鼎台式火鍋嘅環境、服務態度同埋食物質素整體都唔錯，有收加一服務費，放題套餐就有平有貴嘅。鍾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，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